新冠疫情真严重，太平教育发展协会为了保护学生安全，交付1000支快筛试剂予太平区的学校，同时传100支的快筛试剂予各校紧急调用，共同度过疫情难关。请接盘。太平教育发展协会看到最近囡仔确诊数一直增加，决定成立2边的互助站，予学校唔免阁因为快筛伤脑筋。就是真的有需要的，你来这边领取。哦，如果有多的，也可以送来互助站。哦，有更多需要的人哦，因为大家不要去囤积这个东西。快筛爱循环互助站分别设伫太平国小，阁有新编国小，各站拢有100组的快筛。太平教育发展协会嘛捐2000剂的快筛予太平区的学校，要共同度过疫情的难关。那呢，我们讲服务呢彼此，让呢这个疫情赶快的降温下来。希望透过共享资源，做伙度过疫情的难关，嘛希望会使予爱继续循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